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呢我们在5月份的母亲节呢，我们的5班的儿童呢，他们呢本来要在母亲节呢为我们用舞蹈献上对母亲的歌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延到今天，由我们5班的孩子们呢，在这里要将他们在这3个月所学习的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也带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呢，这个时刻我们都预备好了，我们预备要来敬拜我们这一位真神。我一生都要赞美神，我们一起说：我还活着的时候，来，我要赞美我的神。这是一个宣告。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手机，请你把你的手机能够转为飞行。那我们等一下呢，在开始敬拜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用手机来搅扰大家。这个时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的小朋友呢，也都保持安静，我们要来敬拜当中。好，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学习耶稣的样式。我们开口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跟旁边的人，你来跟他说，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好，我们一起邀请我们的小朋友，我们要一起来跳。哈利路亚！跟我们的舞者一起跳，哈利路亚！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是总在。你的话让我
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我们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要紧紧的来跟随他。因为圣灵你的引领，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走在神恩典的道路上。哈利路亚。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里，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我们再一次来宣告，就算经过黑哈暗谷，利路亚。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是的，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能够战胜这所有的一切。神他应许我们说，他会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的每一个脚步，好不好？他会差派圣灵来引导我们人生前面的脚步，走在他恩典道路上。哈利路亚。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
来敬拜，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一路的陪伴，哈利路亚。时刻是我们一个祷告的时刻。我们今天要特别为我们的儿童牧区的孩子们来祷告。那么今天呢，透过5班的呈现，他们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我们为儿童牧区、儿童5班的小朋友，你们都举手一下。儿童牧区的、儿童5班的小朋友都举手。好，我们要来为他们祷告。我们呢也要为会宴小组来祷告。会宴小组，请举手一下。会宴小组，好，会宴小组，他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为儿童牧区、儿童5班，还有我们的会宴小组，我们一同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来宣告主在他们当中来带领他们，让他们有智慧的成长，让他们的小组在牧养上面呢充满神的能力。我们一同举起右手，1、2、3，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在这个时刻，我们为了我们的儿童牧区，还有我们的儿童5班以及我们的会宴小组，主啊，你的灵大大浇灌充满在他们身上。主啊，使他们满有你的恩赐。主啊，让他们的父母亲按着神的真理来教导他们走在那正路上面。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让我们的小组在牧养的时候，主啊，不是凭着人的血气，而是凭着圣灵你的带领，神的话语定根在他们的根基上面。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祈求的时候，你就要成全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请儿童牧区的孩子来唱，来，大声一点哦。青少年，一起来。你说会陪
耶稣疼我，耶稣引导我，耶稣也保护我。依靠耶和华圣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也想。依靠耶和华，一个不对旁边的人唱来，对旁边的人唱。耶和华，一个不别想。哈利路亚！我们给我们的儿童牧区也给他们一个掌声。感谢主，我们要给我们的青少年一个掌声，我们要给我们的成人牧区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能带来能力，然而赞美却能够带来转化。阿们吗？阿门。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神要翻转你的生命。神要翻转你的生命。阿门。跟旁边的人说，请坐。来，哇哇哇哇哇！今天真的好热闹哦！哇，好久没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哇，心里砰砰的跳，哦，好紧张哦！哇，感谢主，让我们永光教会从小朋友到年长者，今天可以一起在这里敬拜。这样的敬拜真的是属天的敬拜，阿们。我相信，在天上众天使天君，他们都跟我们一起在赞美上帝，阿们。我也相信天使跳得比我们更厉害，阿们。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有我们的舞班舞团来跟那个天使尬一尬，好不好？阿们。哇，太棒了哈！等一下要出全力来敬拜哦，来跳舞哦，阿们。哇，太好了哈！哇，这是我们永光教会，每年可能只有1次至2次的机会，这次又有疫情的延长哈，所以我们到今天，我们依然不放弃。我们要把最美的、最好的、最喜乐的都献给我们的神，阿们。好，那这时候我们要一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宣告上帝话语的能力。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有一段经文，牧师要跟大家来分享。虽然我的分享时间短短的，你跟隔壁说，牧师会说的短短的，来，所以要注意听哦，因为是短短的而已哦。好，我们要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2章9到13节，我们一起慢慢的来读哦。来，预备，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我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就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啊，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宇宙万物有一位创造主，我们称他为耶和华上帝。这位创造主很特别，他很喜欢跟受造的你我同在一起。就像我们大家刚才在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深信上帝他就把他的椅子，我们称他为他的宝座请天使扛到最前面来哦，然后坐在这里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唱诗歌，来敬拜他。这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很乐意跟我们同在。你知道吗？当你能够感受到这位上帝是跟你同在的，这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你在小的时候跟前面的这些小孩子一样，如果你们今天晚上要在很深的夜里面，月亮又看不见，然后呢，你要自己一个人要走过坟墓，又有那个徐徐的风吹了，你要自己走过坟墓，哎呦，你会怎么样？很好玩，对不对？好棒哦，会吗？不会的，你一定会。对，但是呢，就在你最紧张的时刻，你觉得后面有一个人跟着你，那是黑色的影子哦，你看就不敢看他哦。然后你后面这个影子突然跟你说：“小宝，是我，你妈妈。”哇，你会怎么样？很安心，对不对？你会很安心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在你任何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都要深信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也是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他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也许你眼睛看不见，当然你会眼睛看不见，但是你的心里你是可以察觉到他跟你同在的。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今天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讲，但是就用这样的很简单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我跟天父说，天父啊，请你另外派一位保惠师来。这保惠师我们称他为圣灵上帝叫他圣灵上帝与你们永远的同在，而这圣灵上帝也成为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够接受的。为什么世人会不能够接受？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我们耳朵听不到，我们没有办法感受看见圣灵就活生生的站在你我的前面。但是神告诉我们，对，因为他所做的是超乎我们的肉眼、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里能够察觉到的，是超乎这一切的。如果我们的神都是这样跟我们显现，让我们肉眼看得见的话，你就会跟以前的旧约的以色列人这样子，还没看到上帝就非常的恐惧战惊哦。因为怎么样？有雷电，有大雷的响声，有地震，那上帝显现的时候，他的全能运行在这其中，我们会吓死人。所以以色列人就跟上帝说：“拜托啊，摩西啊，你跟上帝说叫他不要显现给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当上帝圣洁的上帝一显现给我们看见，我们都要被处死的。”
所以上帝就应许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请求，所以就没有向我们显现他的大能大力，让我们能看见他荣耀的同在。但是他与我们同在吗？绝对是与我们同在的。因为耶稣说他要离世的时候，就跟天父说，你差派另外一个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可以提醒你我的，可以教导你我的，可以引导你我的一个导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位保惠师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当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的时候，门徒会惊讶，他们为什么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另外一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之前的一个保惠师是谁呢？就是耶稣。我们一起来说，保惠师耶稣。来，对，保惠师耶稣哦。所以保惠师耶稣要离开世上，就跟天父说，你另外派一个保惠师，他可以永远与门徒信他人的人同在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体会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属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从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相信耶稣，我接受圣灵，因为圣灵是天父差派来接替耶稣工作的，而这个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作为都在我们永光教会不断在彰显。阿们。哇，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你心里会有声音在对你说话？有没有？会不会有？小朋友会不会心里会不会有声音对你说话？有好几种不同的声音哦。有一种声音会告诉你说，小琪，哇，那个同学呀，阿花的那个铅笔好漂亮哦，买不到呢，怎么办？还是给他借来看看好了，好不好？但是他不在，他一定不会借的，那怎么办？那就给他借来看看，可以吗？那小琪心里会想说，借来看看好像可以哦，但是不要让他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有声音就会告诉你，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有声音会告诉你，这是不可以的。有声音我会告诉你，不可以的。我真的要，我回家跟妈妈说，我知道妈妈会看我的需要来买给我，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声音过？你心里有这样的声音对话过的，举手一下。你们大人也可以举手啊。你们都经历过小孩不是吗？有这样的声音经过的有没有？听过的有没有？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声音。另外一个前面是撒旦的声音哦。那你可以分出来什么叫做圣灵的声音跟撒旦的声音吗？认得出来，对不对？好，那你就要顺着圣灵听话，还是顺着撒旦听话呢？当然要顺着圣灵听话咯。这就是我们可以走在上帝蒙福的道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要祝福我们永光教会的从小到年长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享受与圣灵同在的喜乐。每一天圣灵都会对你说话，他给你的是鼓励你的，是安慰你的，是提醒你的，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请求天父把保惠师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证一个最美的一个见证。你可以经历吗？我天天经历，我时时刻刻经历。你可以的。如果你觉得还没有把握的，那你应该要更多的把你的肉体的眼睛把它盖起来。好，我们试看看好不好？我们把你的眼睛都
关起来，闭起来。好，请再把眼睛打开。你有觉得你刚才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的其他的五官就会更敏锐，对不对？有没有觉得？刚才好像没有听到什么风声，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不会在意听到什么风声，对不对？但是你眼睛闭起来，你就会很清楚有听到什么声音。哎，刚才眼睛闭起来，你耳朵有特别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啊？哦，冷气的风声，对不对？还有什么？隔壁的人呼吸的声音有没有听到？对不对？哎，很特别哦。当你把你的五官其中一个关起来的时候，其他的五官就会怎么样？更敏锐。那很特别哦。如果我们把肉体的五官暂时先关起来的话，让你属灵的五官就会被启发，而且这是圣灵在帮助你、启发你，让你的属灵五官可以更敏感，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去选择上帝要你做、要你说的事情。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我接受耶稣，我接受圣灵，我相信耶稣，我接受圣灵。你愿意吗？我们一起大声来说：来，我相信耶稣，我接受圣灵。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要把底下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潘牧师，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最美丽的牧师潘牧师。我以为他有神的爱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夫妻就是可以这么爱的这么自然。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我们儿童舞班他们在这10周里边他们所练习的一个成果。我们教会呢也动用了许多的老师，还有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呢学习舞蹈，然后他们的国中的他们就慢慢的成为助教，然后来教导他们，来带领他们，所以也培养出我们这么好的一群的儿童舞班。所以呢，主持人不是潘牧师，我们要来慎重的来欢迎我们闪亮亮主持团，大家掌声鼓励。掌声大一点！不要在意好坏蛋，一起大声呼喊，向寂寞也说拜拜。音乐、星光，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真现在，让汗水轻轻飘散。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耶！大家好，我们是闪亮亮，我是闪闪，我是亮哥。我是亮妹。耶！自从上次呢，在周牧师60大寿，我们闪亮亮第一次登台呢，就获得了所有永光人的喜爱。大家纷纷的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再度的登台。那当然喽，在最特别的时候，就是我登台的时候了。
Yeah， 今天呢是我们的永光儿童舞班的成果发表会。想当年啊，我也是舞蹈界的一哥。哇秀给大家哦！看一下吧。好，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嘿！哇哦！我们今天的永光教会呢，不但有一哥，还有二哥、三哥、四哥、五哥。是的。还有1姐、2姐、3姐。哇哦！现在就让我们欢迎小兔班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大山为我挪开，掌声鼓励。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地。然后再一次。哇，太可爱了！虽然道路崎我们一起岖，拍手。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因受伤的钉痕，彰显虚假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掌声加尖牵着叫！我。大山为我挪开，一起来唱。大海涌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实在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牵挂，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牵挂，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受伤的钉痕，彰显实在的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耶，掌声鼓励！耶！跳得太棒了！耶，我们再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哇哦！耶！哇，看到他们呢的舞蹈，
我自己呢就想起我以前也是妇女舞团的，不过现在我要变成少女舞团了啊。好，等一下呢，我们第2首要欢迎我们的小熊班。小熊班呢是4到6年级的小朋友，那他们呢都是从小兔班长大的哦。思思老师呢看到他们呢都一直不断的精进他们的舞蹈，所以呢现在我们请问你们期不期待？期待！好，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小熊班带来的极大的声音，掌声鼓励！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我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One two one two three go。祝你拯救我，在大水混乱之中，祝你保守我，与仇敌征战时候，祝你医治我，在疾病痛苦之中，祝你应允我，在呼求你的时候 ，Here we go，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我发出极大的声音，哈利路亚。我击鼓跳舞来赞美你，我击鼓跳舞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我大声大声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跳舞跳舞来赞美你，我跳舞跳舞来欢呼。祝你拯救我，在大水混乱之中，祝你保守我，与仇敌征战时候，祝你医治我，在疾病痛苦之中，祝你应允我，在呼求你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我要发出极大的声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我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跳舞跳舞来赞美你，我要跳舞跳舞来赞美你。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你说话关于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喜乐又代替悲哀，赞美已代替忧伤，你说话关于我们在生命中作王。出极大的声音，我发出极大的声音。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我要击鼓跳舞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我要大声大声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要跳舞跳舞来赞美你，我要跳舞跳舞来赞美你，我要跳舞。来赞美你，掌声加进去，赞美你。
让我们谢谢小熊班的表演。哇，真的佩服，展现了力与美。那接下来呢，当然是要闪哥上来咯，对不对？因为接下来我要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飞鹰班以及少年舞团。那为什么呢？要由我来介绍，因为我倒要看看。当年我舞王的封号，今天他们能取代我吗？拭目以待，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用一首《有一位耶稣》，谢谢。Attention. Music. Jesus, you're the reason I sing and dance. Jesus, you're my God, I will give you praise. Jesus, you're my King, I will lift your name. I will shout and sing and dance. 有一位主耶稣，做我的保护，引我走天堂路。这一位主耶稣，也叫阿爸父，每次祷告都这样称呼：阿爸父，谢谢你的照顾。我要歌唱跳舞，述说你名，我要高声欢呼，因你创造宇宙和万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阿爸父，耶，你最好。我要歌唱跳舞，述说你名，我要高声欢呼。因你创造宇宙和万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阿爸父，耶，你最好。掌声耶！有一位主耶稣，做我的保护，引我走天堂路。哦，这一位主耶稣，也叫阿爸父，每次祷告都这样称呼：阿爸父，谢谢你的照顾。跳舞，述说你名，我要高声欢呼，因你创造宇宙和万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阿爸父，耶，你最好。耶，拍手！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and everybody just clap your hands. Hit it, hit it, hit it. Clap your hands, and everybody just clap your hands. Hit it, hit it, hit it. 要歌唱跳舞，述说你名，我要高声欢呼，因你创造宇宙和万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阿爸父，耶，你最好，让世界知道，我要让世界知道，阿爸父，耶，你最好。
you're my king. I will lift your name. I will shout and sing and dance. Jesus, you're the reason I sing and dance. Jesus, you're my God. I will give you praise. Jesus, you're my king. I will lift your name. I will shout and sing and dance. 掌声鼓励鼓励！哇哦！哇呼！我感觉有点想哭。我已经在哭了，阿贵我一下，我太感人了！我舞蹈一个，居然被取代了，被取代？你觉得你是被谁取代了？这个可恶的庄浩宇，取代我，耶！取代我了一个。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精不精彩？精好彩不，好看？好看。舞蹈一哥被取代了没关系，因为有句话说“长江后浪，他太难过了，台词都忘了。对，好，我们呢，就像神所说的，在后的必要在前，阿妹吗？阿妹，阿妹。哇，我们呢永光儿童舞班从小到大真的是太精彩，他们用他们的肢体舞蹈来赞美神，我们给上帝一个掌声。哇哦，各位弟兄姐妹，你心动了吗？你脚痒了吗？想进入儿童舞班吗？在今年的9月份呢，儿童舞班又要开始招生喽，我们闪亮亮也要赶快去报名哦 ，Go！ 轻轻摇摆。很精彩，是吗？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们、青少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真的是神给他们的恩宠。所以，如果你有孙子，你有孩子，你一定要把他带到教会里边来，因为在这里呢，我们邀请到最棒的老师，我要来介绍一下。已经带我们永光教会的儿童舞班已经有10几年的非常有资历的我们的曾雅芬老师。哇！舞蹈都由他编的，所以呢，他真的是我们全台湾最棒的舞蹈老师呀！感谢主。我们的孩子不仅呢，老师教他们舞蹈，老师呢也陪伴他们的品格，而且呢，雅芬老师呢是每一次上课都远从林口来到这里，他带着他的小孩，然后陪伴大家跳舞。所以雅芬老师呢，真的是我们儿童舞班的精神人物、灵魂人物哈。所以我们再一次的来谢谢我们的雅芬老师，谢谢他，上帝祝福他越跳又越年轻耶。雅芬老师呢，不仅在我们的教会，还有在社团啊，在学校，甚至呢，他跟着天韵呢，常常巡回，在世界各地巡回。所以永光教会呢，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拥有这样的老师，我们好好的把握机会，因为我们人数有限，我们不能够招收太多学生，因为老师呢在教导上面呢，其实太多学生的话太挤。所以你今天呢，就要好好的把握报名的机会哦。好，我们的家长再一次提醒，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儿童舞班的所有的服侍的工作人员，有我们的营长文文营长，我们谢谢我们的文文营长，还有你的团队在哪里？团队请站起来，这一些的助教老师，还有青少年的助教。
有没有助教们？助教们，请站起来！助教们，请站起来！哇，感谢主哈！我们就看到教会呢，在信仰上面呢是代代相传，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么美的故事呢，能够延续的下去。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慢慢的成长之后，他们也承接了哥哥姐姐所传承下来的棒子，继续跟着雅芬老师，跟着舞团的我们的营长一起带动我们的儿童舞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孩子，将来要成为这个世代的关键人物，这是牧师的祝福，阿们吗？感谢主。所以呢，也鼓励我们让你的孩子来参加儿童舞班，也参加礼拜天的亲子礼拜，儿童牧区的亲子礼拜。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参加，这是最美，而且是最能够让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回忆的一段时间。好，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再一次掌声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敬虔的心，我们要来奉献。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来奉献。我们的奉献呢，是出于我们甘心乐意，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带着感恩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的，我们的小朋友也来预备，我们的成人也来预备，用一个敬虔的心来预备奉献。好，这个时刻我们来奉献，请。小朋友，今天儿童礼拜、亲子礼拜没有奉献，你们现在就可以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我们一起来唱奉献歌。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候，牧师呢来报告消息。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事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礼拜有我们的门徒班结业，我们门徒班的学员有在这里的，请挥挥手一下，门徒班。哇，恭喜他们！昨天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个学员，他说呢，他呢上门徒班呢已经上过一次了，
然后呢，那上一次呢没有结业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交报告，就差了一份报告，所以呢，他很乐意再重修。重修了之后呢，哇，他每一堂课都非常的认真。到最后一个时间呢，他的报告还没缴。他想到，我上一次就因为这份报告没缴，我这一次不能够因为我的报告没缴又要留级了。所以呢，他早上凌晨2点就爬起来，赶快写他的报告，写到6点，赶快再倒下去睡觉。然后呢，9点回来上课赶紧把他的报告交给我们的名家，他终于拿到结业证书了。感谢主他们都有很棒的分享，因为在门徒班这个过程里边，每一次的课程都非常的重要，因此呢，对他们属灵的生命，还有对圣经的理解，对整个教会的意向，对家庭，对这个世代，都有一个新的价值的认识。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又培育出了一批的门徒班的学员。好，另外呢，我们还有另外的领袖班，领袖班挥挥手一下，领袖班的学员，哇，我们也恭喜他们哈。下个礼拜呢，因为到领袖班呢是最高级的，所以呢，他们的证书呢要特别的制作，所以下个礼拜呢，他们要在这里来接受牧师颁发给他们的毕业证书哈。所以感谢主，也让这些的领袖班、门徒班呢，他们结业之后呢，他们预备要做什么？预备要成为服事的同工、服事的小组长、铁三角。所以呢，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我们的小组都非常的健全，不断的在往前成长，而且呢，我们都走在基督的真理道路上面，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一个系统性的接受培育，所以我们的铁三角的值都非常的好，因为呢，神特别将他的灵加在他们身上。感谢主，神也祝福这一群的学员们。好，接着。好，我们的成果发表今天呢，刚刚呢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且非常的精彩。我们再给这一群的5班的孩子们，给他们热烈的赞赏他们。神要祝福你们，哇！你们今年的舞蹈比去年呢又更美更好哈，感谢主。好，再来我们牧区的接力的那个祷告殿我们这周是央青跟青少年。上个礼拜点招的是儿童牧区，是不是？好，那我们上个礼拜的人数就比较少，所以呢，我们期待要恢复那个祷告的火。所以呢，我们的青少年牧区还有央青牧区呢，我们把握这个可以为世界祷告的权柄。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就先播出15分钟，来到教会的祷告殿，先跪在那里，在那里能够领受圣灵的感动，来为各样事情祷告。好，接着。我们的教会呢有烈火特会，我们在推这个烈火特会是在9月30号。那他们呢早就已经报名都结束了，但是他们特别要让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所以呢只有开放给永光教会报名到今天截止。所以呢我们的各个小组的组长来鼓励我们的组员来踊跃的来报名这个烈火特会，非常的棒。好，另外呢，我们暑假要到哪里去短宣呢？屏东非常远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开筹备会议，请老师还有同工来参加。另外我们有参加周老师音乐课的，请举手。周老师音乐课的礼拜6晚上的，周老师音乐课的好。哇，上一次的学习很棒哈。那我们这个礼拜6晚上7点呢，我们的音乐课，请同学们要回来上音乐课哈。好，再来。好，我们青少年牧区的 Radical 暑期的特会呢，我们也赶紧来报名，也是在8月24跟27。好，那我们呢持续来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来摆上祷告。王秀芝姐妹是家聪的母亲，还有敏珠姐的儿子锦湖。锦湖今天有来吗？锦湖，你挥挥手一下。好，锦湖哈，我们的锦湖，他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心里面渴慕神的爱。礼拜天呢，他总是跟他妈妈打电话，妈妈，赶快要来教会了，因为他要来到教会，必须要妈妈牵着他的手。所以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教会，我们要不要好好的把握可以敬拜神的时间跟机会？
阿妹吗？我们为我们的锦湖弟兄，我们鼓掌，我们跟他鼓励他，他很棒，非常的棒。锦湖，你站起来一下，锦湖，你站起来一下好吗？这是我们的锦湖弟兄，感谢主哈，他在几个月前受洗哈。感谢主，神要更新他的生命呢，而且呢，他要成为一个非常茁壮的人哈，属灵强盛的人。好，那我们也继续来为卢前一弟兄还有张以莹姐妹、雪慧姐特别是我们的秀芝姐呢，是家聪的母亲，在最近呢有一些老人退化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没有办法来参加聚会。我们持续来为这个姐妹，还有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好，接着我们要来特别的来，谢谢你。好，那这个等一下哦。好，我们要来特别来报告一下我们的奖学金呢。我们过去呢教会有为了儿童跟青少年呢，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有奖学金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制度。那我们的孩子呢，在各方面表现都非常的好。然而呢，我们经过几年的思考还有预备，我们呢，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我们要开始着重在他们的信仰的建立上面。所以我们的奖学金呢，有一个极大的调整。现在呢，要来报告给我们听，因为呢，我们的调整呢，从7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家长你也要注意听，孩子也要注意听。那我们都有公告在那个我们的公告栏。那我大概的来报告一下，我们呢现在不跟着学校的学年制来跑。上下学期我们不是，我们永光教会现在的奖学金，我们改为信仰培育奖励金，阿们吗？信仰培育奖励金。那这个奖励金呢，有分5项，这5项你都可以个别来领。好，我现在大概的报告一下，我们有牧区出席奖，也就是青少年你参加礼拜6晚上的聚会。如果你出席超过3/4，青少年呢，你就可以领到800元。如果你全勤半年，从1月到6月，半年对，26周，你全勤的话就是1200。然后呢，这是牧区哦。那礼拜天的儿童牧区呢，亲子礼拜一样，好，也一样。那你们的金额呢？你们的牧区出席奖呢是500元，500元。你们少哥哥呢少300元。好，那你们快快长大就可以领800元。然后呢，第二个奖呢，信息笔记奖。牧师呢在这里讲到，我们的青少年牧区呢，孩子们他们在下面做笔记。然后呢，他们做笔记呢，也有字数的限制哦。你不能够只有写3个字“牧师”，好，写5个字“牧师很帅”，“牧师我爱你”这样不行，要把心得呢写下来。所以呢，我们的心得大概几个字？200个字，200个字。因为如果你把经文抄上去，就已经好几十个字了。好，这是信息的笔记奖。那我们的儿童牧区呢？我们看到了儿童牧区呢，他们在几年前，他们已经都有在写他们的属灵的 QT，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属灵的 QT 在后面一格一格，这个都是每一天要回答一个问题，他们必须要家长带着他们属灵的 QT， 然后他们就回答问题。所以呢，我们的老师非常的用心，就把他们缴出来的这个通通把他们装订成本。我们就看到他们在上面都有回答这个答案。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礼拜天如果牧师在讲到亲子礼拜，我们也可以做笔记。然后呢，做笔记的时候呢，就有信息笔记奖。儿童呢多少？500元。青少年呢？800元。好，还有第3个奖，属灵日记奖哈。属灵日记奖呢，小朋友呢大概都有在填写了，每一天他们都有填写。我们的青少年呢，因为你们功课很多，我们的委员会呢也考量到
我们功课多，所以呢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建立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根基，所以呢我们要写属灵日记，而我们的孩子呢，他们要阅读这个清晨国度。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个作为我们属灵的每一天的 QT， 所以呢，我们呢也要来购买这个清晨国度，并且呢来回答上面的问题。那你说牧师啊，他们功课这么多，怎么有办法每一天啊？好，我们调整为1个礼拜只要写2天的属灵日记，2天。所以呢，这样子半年下来呢，大概可以写几篇？本来是48篇，我们就打折打到骨折，就40篇就好了。40篇，而这个40篇，如果孩子呢，认真的把它写，这个孩子他属灵的生命，他跟圣灵连结是强烈的，而且在将来的道路一定有神的祝福极大，所以这是属灵的日记。好，再来第4个，我们的学业成绩奖，我们仍然有学业成绩奖，而学业成绩奖呢，你必须要有参加在儿童牧区，参加在青少年牧区，并且是达到3/4以上出席，才有资格领学业成绩奖。并且学业成绩奖我们的标准不高，你只要甲等以上就可以来领。所以我们学业成绩奖多少？800元。小朋友呢，儿童牧区呢500元。好，另外第5个奖项呢是萨姆尔奖励金。哇，我们最喜欢萨姆尔奖励金。礼拜天，如果你全勤的话，你就可以领到萨姆尔奖励金，是我们儿童牧区的1000元。那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礼拜天也都准时，没有迟到早退的来参加主日的礼拜。我们要建造他们的信仰，鼓励他们。所以呢，我们的青少年呢，他们呢也可以领到萨姆尔的奖励金，他们全勤的话是1200。所以我们这样总 total 算起来的话，一个孩子他呢在信仰上面领受到永光教会的培育恩宠，他这个学期呢，他可以领到总共多少钱？最高额4800元，国中就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投资这一些的金额在孩子的身上？因为我们看到信仰比任何一个区块都是更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呢，更详细的办法呢，我们呢都依照我们的公告，我们有公告在我们的周报上也有，对不对？在我们的那个公告栏上面，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现在呢，开始从7月第一个礼拜就开始算，所以呢，我们准时来要打卡，好，要打卡。所以呢，不迟到不早退，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评估里边，也建立我们的孩子有良好的品格，并且懂得管理时间。好，所以呢，牧师呢把这个事情呢，来报告给我们知道哈。OK， 好，谢谢我们的区长。好，那再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朋友。好，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培育奖励金上面。好，你叫方锦对不对？你今天跳舞跳得超好的。我觉得你当我的小帮助者很棒，以后每个礼拜你都坐那边哦，好不好？好，感谢主哈。我们的信仰培育奖励金，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问牧师，好，或者是问我们的委员呐，好，这样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好，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秋瑾姐妹。秋瑾在哪里？好，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秋瑾。秋瑾，谁带你来的呢？自己来的吗？感谢主。好，我们非常的欢迎秋瑾。你现在住在中正路上是不是 ？OK， 好，搬过来的。上帝祝福你，也欢迎你每个礼拜都来永光教会这边礼拜。这里礼拜很热闹，对不对？好，感谢主，欢迎秋瑾，请坐。好，再来孙福，是吗？福，请站起来一下，这位弟兄，你在哪里呢？好，福共对吗？我们非常的
哦，是嘉玲介绍的吗？好，是嘉玲介绍的啊，非常的欢迎你，孙先生啊。你住在哪里呢？啊？哦，哇，那来这边也不太远嘛，哈。啊，哎呀，太好了，一班车就到了。OK， 这个距离刚刚好，哈哈，非常的欢迎你。好，然后我们介绍，我们来介绍徐雅慧，是不是？雅慧，哦，雅慧，好，是我们美丽老师介绍的。哇，雅慧，上帝也祝福你，还有你的小孩也带到亲子礼拜哈。哇，你上个礼拜就有来了，对不对？哦，是礼拜3，好像看过你，对。好，上帝祝福我们的雅慧。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位丹红，丹红在哪里？哦，丹红，哇，是慧宴的小组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丹红。神要把他的能力都加在你的身上，你会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再次欢迎丹红。好，我们来介绍隐化，是不是？好，我们的隐化我们来看看名单一下。我们的同工，我们隐化，好，隐化在哪里呢？好慧燕介绍的，是不是？哇，住在三重啊，我们非常的欢迎，因为三重来到这边也挺方便的。感谢主，哇，上帝祝福我们的隐化。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怡娟，怡娟是青少年的，对不对？怡娟在哪里？怡娟，好，怡娟，请站起来一下，是吗？怡娟在哪里？哦，怡娟在后面呐，因为她是青少年的，所以呢，怡娟，现在呢，他们已经把这个人认成是你。所以呢，因为他昨天开始来青少年，所以呢，他们对他还不熟，而且都戴口罩。好，所以我们的怡娟在我们的后头哈，也是一个蔡牧师介绍他来的，蔡长老介绍他来的，非常欢迎你，每一个礼拜都在这里跟我们一起相聚哦哈。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怡娟。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朱少志，看我们的名单一下，朱少志弟兄在哪里呢？好，少志弟兄他先离开，上帝也祝福我们的少志弟兄。好，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些朋友呢，请你们站起来一下。然后呢，我们的迎宾团队呢，会致赠我们教会的小礼物。好，我们站起来一下，然后介绍的朋友可以把他们带来。哇，今天有非常多的这些新朋友，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哇，感谢主。好，我们从这边来，好，往那边走出去哈。好 ，OK， 好，往后边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彼此来祝福，弟兄姐妹，请起立，请起立。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一起来动作，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看旁边的人，跟旁边人说耶稣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大朋友，我们都站立，我们请牧师来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无比的爱、圣灵的引导、感动，并从神而来加倍的恩典跟祝福，在你所到之处，也在你的家
日日彰显，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